大家好，我係 Gary 盧家輝，我係啟盛管理服務有限公司嘅半熟練技工。人生嘅上半場，我都係同屋企人一齊打理餐飲業生意，但人生總有好多變化。幾年前，我開始萌生想加入建造行業嘅想法，所以毅然報讀學院嘅合作培訓計劃。好多人都問我點解會有咁大嘅轉變，但做人係要不斷進步，不斷挑戰自己。喺人生嘅下半場，我會一心投入建造業，為咗裝備自己成為專業嘅建築人。我而家修讀緊電力工程文憑課程，期望之後可以成為一名合資格嘅電力工程人員。樓宇嘅裝修維修工程涵蓋嘅工種好廣泛，而涉及嘅規模亦都好廣闊，包括個別單位嘅裝修、翻新、改裝同美化工程，仲有成棟大廈甚至整個屋苑內外嘅維修工程等。租戶嘅安全就全靠我哋去守護，所以我哋對施工環境變化好敏銳，亦都好重視個人安全防護裝備，一定要做到以心守護，安全第一。我認為工匠精神係要秉持崇高嘅誠信同操守標準，擁有實事求是嘅專業工作態度。我嘅日常工作會接觸到好多 ICC 嘅租戶，我會主動了解佢哋嘅需要，用心服務，做到最好，係我嘅工作指標。為咗維持建造業嘅專業形象，我每日都會保持整潔嘅儀容，咁樣大家都會對我哋更加有信心。為咗可以做得更好，我會不斷優化我嘅工藝技術，仲要學習好多建造業嘅新科技，務求將安全風險減到零。我希望我嘅堅持可以感染身邊嘅同事，同我一齊用心建造。Gary 非常重視建造業安全，喺開始每一項工程之前，都會做風險評估，以確保工作安全。公司嚟緊將會進駐 IGC， 我哋希望 Gary 可以繼續努力，帶動團隊迎接新挑戰，喺新地標發光發亮。Gary 係一個有責任、有承擔同埋非常之有交代嘅同事，無論大小事務，佢都認真對待。佢嘅專業精神獲得好多客戶嘅讚賞。作為佢嘅工地導師，我感到非常之自豪。Gary， 你要努力，加油！我好感激公司提名我參加傑出學徒選舉，攞到獎對我嚟講係一個肯定。我媽媽嘅鼓勵更加係我工作嘅原動力。物業管理涵蓋好多工種，我仲有好多要學習進修嘅地方。我會繼續用心投入工作，回饋社會，做一個全面優秀嘅工匠。